而家我哋會做一啲靜心嘅舒展，你可以揾一個地方比較寧靜，唔會受到騷擾㗎，亦都可以讓你平躺喺地上邊㗎。喺做呢個練習嘅時候，請記得你並不是同自己或者係任何人去競賽。請你提醒自己，做呢個收集，意願係希望能夠更加親密㗎、慈愛㗎，同自己嘅身體相處，亦都更加能夠體會到身體此刻嘅局限同埋變化。如果身體係有任何嘅疾病或者係損傷，咁請你向你嘅物理治療師或者醫生了解一下，你係可唔可以做以下嘅舒展嘅動作。而如果有任何嘅動作，你嘅身體話俾你聽係唔適合做㗎，你覺得困難嘅話，亦都請你唔好勉強。你可以唔需要做呢啲動作，只係讓自己躺喺度休息一下。如果喜歡嘅，可以想象一下自己係做緊呢啲動作，而直至到你覺得下一個動作係適合自己做，先再跟住呢個光碟去做。記住，懷抱住照顧自己、愛錫自己，能夠每一刻感受住身體俾自己嘅回應，呢一份清醒覺察、溫柔慈愛嘅心。而家喺地板上面鋪一塊席或者一塊墊褥，使到陣間躺下嘅時候唔會覺得地板太硬而唔舒服。而家用背脊慢慢躺下嚟，揾一個舒服嘅位置，俾身體安定落嚟。雙腳平放，分開，雙手垂直喺身體兩旁。如果舒服嘅話，可以俾手掌心向住天花板。慢慢留心呼吸，留心腹部。吸氣嘅時候，腹部膨脹；呼氣嘅時候，腹部收縮。就好似你腹部有個小氣球，而佢自然咁輕輕膨脹、收縮，唔需要你用力㗎。慢慢合上眼睛，每次呼氣嘅時候，俾身體更加墜落去脊上面，俾肌肉放開，俾緊張嘅感覺離開身體。每次吸氣嘅時候，可以感覺到正在吸入新鮮嘅能量同埋動力。而家當我哋吸一口氣嘅時候，慢慢有意咁舉起雙手，一直越過頭頂，再放落地面。當手觸及地面嘅時候，可以伸直雙腳，等整個身體拉長，一面伸向手指尖，一面伸向腳踭，唔需要太用力，只係感受一下整個身體伸展，由手指尖到手腕到手踭到腋下到膊頭、胸部。全身嘅關節都喺度伸展，然後呼出口氣嘅時候，俾雙手慢慢有意咁翻去原來嘅位置，一直感受下雙手移動時候嘅感覺，甚至可以瞌埋眼感受一下雙臂慢慢接觸到地板嘅感覺。
感受一下肌肉放鬆，俾地板承托整個身體。又將注意力再次集中喺腹部，呼吸，一吸一呼。而家等我哋將雙腳彎曲，腳板平放喺地面，雙腳距離大約1尺，膝頭向天花板，雙手依然放鬆喺身體兩旁。我哋嘗試做一個搖擺盤骨嘅動作。首先，將腰部壓落地面，你會留意到，當腰部壓落地面嘅時候，盤骨嘅下半部會微微升起，離開地板。然後試下腰部放鬆，使到你嘅背脊同地板之間有個空間。你哋會留意到，當你咁做嘅時候，盤骨嘅下半部又會慢慢落返嚟。而家重複呢個動作，呼氣，將腰部壓落地板，俾盤骨下半部微微升起。吸氣，放鬆腰部，俾盤骨嘅下半部落返嚟。繼續呢個動作，呼氣，腰部壓落地板，吸氣，放鬆腰部，俾盤骨下部落返嚟。用你自己嘅速度繼續做呢個動作。當你繼續以呢個速度去做呢個動作嘅時候，留心你嘅膊頭同埋手臂都係放鬆㗎，而只有你嘅腰部同埋背脊係喺度運動。你可以嘗試以唔同嘅速度去做呢個動作，有時快啲，有時慢啲，感受一下腰部壓落地板，盤骨升起，放鬆腰部，盤骨落嚟。其中快慢嘅時候，有咩嘢唔同嘅感覺？而家俾身體慢慢靜止落嚟。而家將兩個膝頭拉近到胸前，雙手抱住小腿，身體由一邊擺動到去另外一面，好似想幫你嘅背脊兩面按摩一下咁。俾你嘅背脊話俾你聽，點樣擺動先至最舒服，或者微微放鬆膝頭，等佢可以打個圓圈，先向一個方向，然後又向另一個方向打圓圈。然後俾身體慢慢靜止落嚟，放開兩個膝頭，俾雙腳平放喺地上邊，俾左膝頭拉近到胸前，伸直右腳，雙手環抱住左膝頭，將左腳前後移動，左右搖動，感受一下盤骨關節嘅感覺。然後將左腳平放喺地上邊，將右膝頭拉近到胸前，伸直左腳，雙手環抱右膝頭，留心將右腳前後搖動，左右搖動，感覺一下盤骨關節嘅感覺。
留心保持呼吸暢順，吸入呼出，然後慢慢將右腳靜止落嚟，將右腳平放喺地上邊，瞓喺度留心呼吸，吸氣腹部膨脹，呼氣腹部收縮。而家用任何你覺得合適嘅方法，慢慢移動到去一個跪喺度嘅姿勢，慢慢有意咁用心咁移動到雙手雙腳下行嘅姿勢，用雙手雙腳支持身體嘅重量，留心喐動嘅時候，身體唔同嘅肌肉喐動嘅感覺。留心伸直你嘅手腳，你就好似一張台咁，而你嘅背脊就係台面，你嘅四肢就係台腳。留心你係一張堅固穩陣嘅台。首先，我哋呼氣，將背脊拱起，而同時垂低頭，俾下巴接近胸部。然後吸氣，放鬆背脊，抬起頭，記得背脊活動多少先至合適，全視乎你嘅情況，唔好勉強。再一次呼氣嘅時候，俾背脊拱起，垂低頭，然後吸氣，放鬆背脊，抬起頭，記住手腳要保持穩妥不動。再一次呼氣嘅時候，拱起背脊，垂低頭。吸氣嘅時候，放鬆背脊，抬起頭。留心你做呢個動作嘅時候，腹部肌肉嘅感覺。再次呼氣，拱起背脊，腹部肌肉拉起，吸氣，放鬆背脊，抬起頭。再次呼氣，拱起背脊。今次當你吸氣嘅時候，俾背脊放平，向後伸直右腳，用手同埋左膝頭平衡。當你平衡好之後，左手向前伸直，感覺一下身體找尋平衡嘅感覺，然後慢慢將手同埋膝頭放返落嚟，再次呼氣，拱起背脊，吸氣，俾背脊放平。而家伸直左腳同埋右手，用左手同右膝頭平衡，感覺下身體喺呢個姿勢中找尋平衡。慢慢將右手同左腳放返落嚟，呼氣，拱起背脊。吸氣，俾背脊平放，然後慢慢伸出右腳同左手，感受找尋平衡嘅感覺。當你覺得合適嘅時候，可以放低手同埋膝頭，呼氣，拱起背脊。吸氣，俾背脊平放，伸出左腳同埋右手，留心身體找尋平衡時候嘅感覺。
身體係點樣適應㗎？當你覺得合適嘅時候，放低手同埋膝頭。而家將臀部拉後接近腳踭，將頭貼喺地上邊，俾身體休息，就好似細佬哥休息嘅時候一樣。你可以將手放喺身體旁邊，掌心向上，俾自己喺呢個姿勢中安靜落嚟，休息一下，放鬆背脊，休息。而家慢慢用心咁由呢個小孩子休息嘅姿勢轉到去用背脊躺落嚟嘅仰臥嘅姿勢，留心喺心中升起呢個意願，然後慢慢由呢個姿勢移動到去用背脊瞓落嚟仰臥嘅姿勢。慢慢留心身體移動嘅時候，肌肉嘅感覺。而家慢慢躺落嚟，雙手放喺身體兩旁，雙腳平放分開，感受一下身體做完呢啲動作之後嘅感覺。留心呼吸，一吸一呼。而家將雙腳分開，好似臀部咁寬闊，屈曲雙腳，膝頭向住天花板，雙手喺身體旁邊。我哋會做橋嘅姿勢，將腹部慢慢提高，向住天花板，就好似喺腹部中間有一條線，將你拉向天花板。當你咁做嘅時候，你會留意到身體嘅重量壓咗喺兩個膊頭、頸同埋頭嘅後邊，俾腹部盡量提高。當你靜止咗喺呢個姿勢嘅時候，留心呼吸，吸入，呼出。當你睇住自己嘅身體，你甚至可能見到吸入嘅時候，腹部升起；呼出嘅時候，腹部落翻嚟。時時記住，留心接受自己嘅局限。當你覺得要停止做呢個動作，就停止啦，無需要跟住光碟嘅節奏。而家慢慢將背脊放翻落到地面嗰度，感覺到每一節關節慢慢落嚟，嗰種感覺。當背部觸及地面嘅時候，覺察身體放開嘅感覺，身體平躺喺呢一度，覺察做完呢個姿勢之後，身體有咩感覺嘅？我哋再做一次橋嘅姿勢，將腹部提高向天花板，就好似腹部中間有一條線將你拉上向天花板一樣。當你做嘅時候，你會留意到身體嘅重量壓咗喺兩個膊頭、頸同埋頭嘅後邊，俾腹部盡量提高。當你靜止咗喺呢個姿勢嘅時候，留心呼吸，吸入，呼出。當你望住你嘅身體，你甚至可能睇到吸氣嘅時候腹部升起，呼氣嘅時候腹部落翻嚟。而家慢慢將背脊
放返落地面嗰度，感覺一下每一節關節慢慢落嚟嘅感覺。當背部觸及地面嘅時候，覺察一下身體放開嘅感覺。身體躺喺度，覺察一下做完呢啲姿勢之後，身體有咩感覺㗎？而家將雙手放喺頭後邊，手踭向外，將臀部略略提高，移到左邊少少。吸氣，將兩個膝頭擺向右邊，嘗試兩個膊頭貼住地板，俾呼吸保持暢順，讓自己放鬆，好柔軟咁保持住呢一個姿勢，讓呼吸保持暢順，一吸一呼，俾身體更加放開放軟。而家慢慢俾兩個膝頭返返去中間，雙腳踏住地板，俾臀部略略提高，移到去右邊少少。吸氣，將兩個膝頭擺向左邊，兩個膊頭依然貼住地板。吸入，呼出，放開放軟，俾身體柔軟咁保持喺呢個姿勢嗰度，繼續吸入，呼出，俾身體更加放開，保持喺呢個姿勢嗰度。而家俾兩個膝頭去返中間，雙腳踏住地板，俾臀部略略提高，移到去左邊少少。吸氣，將兩個膝頭擺向右邊，擺得幾多都唔緊要，盡量向地板沉落去。吸入，呼出，放開，放軟，繼續吸入，呼出。而家俾兩個膝頭又返返去中間，雙腳依然踏住地板。今次將臀部略略提高，移到去右邊少少。吸氣，將兩個膝頭擺向左邊，沉落地板，沉落得幾多都唔緊要，探索自己呢一刻嘅局限。吸入，呼出，放開，俾自己柔軟咁保持住呢個姿勢，繼續一吸一呼，呼出嘅時候俾身體更加放開。而家俾兩個膝頭返返去中間，雙手放喺身嘅兩旁，感覺一下身體而家嘅感覺，留心身體而家嘅狀況係點嘅。而家伸直右腳，嘗試將右腳提高向